山林道係尖沙咀區內知名食街，緊鄰佐敦不夜天消費區，集結多間特色咖啡店、餐廳同酒吧，持續吸引本地與遊客消費，形成穩定而活躍嘅商業生態圈，為進駐商家奠定優越嘅營商基礎。今次介紹嘅物業位於山林道54到56號利雅商業大廈地下2號鋪及1樓1到4號單位，地面面積約2086平方尺，一樓全層約2760平方尺，合共近5000尺嘅空間。其中地面店鋪擁有近60尺超闊門面，結合大單邊設計、雙向曝光，輕鬆提升品牌識別度。一樓全落玻璃間隔，唔單止採光充足，空間感十足，配合特高樓底，極具潛力打造為具標誌性嘅商業空間。無論作為品牌旗艦店、特色餐飲或休閒娛樂場所，皆能充分展現品牌形象與顧客體驗。物業雄踞柯士甸道與彌敦道交匯嘅黃金位置，坐擁雙主幹道環抱之利，不僅日夜人流如織，距離港鐵佐敦站僅5分鐘步程，相當方便顧客到店。同時鄰近彌敦道黃金商業軸線及尖沙咀酒店群，盡攬上班族、旅客消費商機。隨住西九龍文化區持續發展，此區已經成為政府重點規劃嘅門戶地段，未來升值潛力可期。此物業不僅佔據黃金地段稀缺戶型嘅雙重優勢，更集交通、人流、硬件與發展潛力於一身，極具長遠投資與品牌價值，成為眼光獨到嘅投資者同企業不容錯過嘅珍貴機會。有興趣人士歡迎聯繫美聯旺鋪。